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邓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小琴。小邓老师，自从我们好客之家电视学院节目播出后，好多观众朋友都觉得很难得，在我们台南地区能近距离的认识、学习到好多客家相关文化，感到非常高兴，而且非常有兴趣。那今天我们节目要和观众们分享什么客家相关文化呢？是啊，真嘅非常感謝有很多嘅觀眾朋友嘅支持哦，有大家嘅鼓勵同支持啊，就係我哋認真做節目嘅動力咯。我想啊，你根本你出來講客家諺語哦。哦，客家諺語，好哦，好哦。我要和觀眾朋友說呢，小琴我雖然不是客家人，這些日子以來呢，能和小鄧老師哦一個星期直播一集好客之家電視學院節目，真的覺得客語很好玩，也不難學哦。哈哈，小琴哦，真嘅哦，冇簡單哦。都有嘅語言天分哦。聖夢欣賞。小鄧老師這樣說對嗎？錯，好，根本嘅啦，提起出來講客家嘅諺語係一日大插播，三日抗建國。一日大插播，三日共天國，是什麼意思呢？一日大插播，三日抗建國啊！大插播就係講緊身體，抗建國啊就係抗錯物價地位度呵。你啊見諺語啊就係形容講春天嘅天時啊當冇問題咯，一下冷又一下熱，有陣時啊會當少耐，熱到啊會死哦。當上我嚟大插播講緊身體，嘅有時間呢要冷到啊，本然會凍唔掉，上我嚟抗起來哦。夢想嘅出門，古所講一日大插播，三日抗建國。哦，來，過來講一擺，一日大插播，三日抗建國。過來講，另外一句客家諺語哦。另外一句客家諺語是什麼呢？另外一句客家諺語啊，就係啊3月3。雷吹鼓棍插得傘，3月3，雷吹鼓棍插得傘，這又是什麼呢？你啊3月3啊，講係你係講做得人哋巧啦，也就係農民啦來講呢，係春分嘅節氣，嗰個呢，也春分嘅節氣一個啊，代表就係藝術會非常嘅充足哦。嘅處分檔啦，嘅中物嘅都會生誇張嘅講法啦，就會講將呢個雷吹鼓棍插得傘啊，雷吹就係人哋頭擺用嚟除罪，早期農業社會啦，時節會拿來倒水不平，將吹熱頭啦，也係吹茶子用嘅全都雷吹。呀鼓棍呢，就係打鼓用嘅棍呢，呢個客家諺語3月3。雷吹鼓棍插得傘，意思係講我勉勵大家愛把握時間，春分到愛3萬鐘，中物嘅都會生，來我講解一擺哦。3月3，雷吹鼓棍插得傘，實過來講解一句。好棒哦！再來一句。3月唔識牆，行路偏從牆。3日唔吃強，行路偏中強。3天不吃青色的東西，走路會歪來歪去啊。小琴真言當腔吼，很會哦。我想講啊，你小琴嘅節目啊，早叫吼，會變到客家專家咯。哈哈，不敢當。小鄧老師，快幫我們解釋這句是什麼意思啊？好。兩句3日唔識牆啊，行路偏從牆。唔識牆，兩唔識就係不吃，牆就係指搶菜水果兩條哦。行路就是走路，偏從牆嘅意思啊，就係講東倒西歪，偏來偏去。古語句話嘅意思就係講啊，3日冇食到搶菜水果兩條。
行起都來為冇精神，偏來偏去。哇，客家谚語真的很有意思哎。係啊，你平常時營業三餐啊嘅食飯嘅時間平常要注意太嘅營養哦，做唔得來健食，尤其那個青菜、水果，得餐都做唔得少食咯。對呀，要不然就會呢三日唔思強。行路偏衝強，講定啊！你好好自家，天時好嘢，見本意就講到了哦。你下愛留你觀眾朋友講，真來了哦，真來了，真來了。